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我是金子。今朝到高主部位三山楼去吃鲜牛肉火锅，难得的改善一下伙食，开始出发。晚霞似火，吃火锅嘛，总归喝点冰啤酒的，所以今朝不开汽车打的。中山担子又是搞了个王侃侃鲜牛火锅，我们前面还有7桌要等。我还是网浪向看的，晓得一个王侃侃蛮红的，分享了10眼红。马路对过是王侃侃牛肉串。挨搭是3坎得子火锅，3杯点3一包的，只能等着。中山坐上位置着，来边看你有3人，拨你只大台子。这个是半斤吗？半斤。挨搭个2枚做的，每一份侪是半斤。那个是我点个锅底，巨块。一个肉篮子，2多份，接得10面钟。上看一个妇女啊，杀客，火锅随时一配冰啤酒，高主播你辛苦着，一面自家吃，一面为日儿子。此时此刻，我觉着蛮幸福。一碗火锅店虽然不大，但是相当接地气，有烟火气。吃火锅随时一吃一个气氛。你在哪哈？点点瓜啊，点点瓜。立了边浪没镜子，看看动画片吧。挨搭个肉质量蛮好，蛮新鲜的。今朝点个滇龙鲜花牛肉，基本上侪吃光。营区等于5点半才来，接着摆7桌，现在外头也摆17桌。烧鸡客满，随时店里向烧满，外头也烧满。还有点肥肉不能浪费，统统打包。拜拜啊，爸爸妈妈追着，侬拿包来带着啊。搿是不舍得的，我个风格吃脱就走，谁单不多坐1分钟，因为我想让外头搿点排队的人了，我搿位置不能占脱。下趟再来。